美国的总统川普讲，疫情可能会延续到7、8月。这句话，让美国的股市再一次来大崩盘。道琼工业指数大落2997点，阁来创下着1987年乌色礼拜一以来美国股市上惨的一天。咱的金管会主委顾立雄、财政部长苏建荣，早起伫股市开盘进前，对投资人信心话话也是无效。台北股市一个开盘也是大落超过300点。分析师来预估，疫情冲击到全球的投资市场。这礼拜四，中央银行真有可能会宣布降息。我们台股基本面是不错的，殖利率到现在为止都在维持在3.9哦。像这样子的一个市场，我想外资还是会青睐的。美国股市崩盘，金管会主委顾立雄甲财政部长苏建荣早起紧急伫开盘前出面，要按投资人的信心。随时会召开临时的国安基金管理委员会，那么视情况决定是否进场。强调讲，台湾的股市基本面真勇，个人基金嘛已经就定为避险啊。话多讲，刷卡无半点钟，台湾的股市一开盘就落300点。澎湖概念股早盘嘛是落，包括台积电超过3%，但是讲甲鸿海拢伫1%左右。这次大概很难抵抗得住这次就是央行看起来是应该会降息了。那我们的估计应该是大概半码到1码之间。分析师估计讲，央行即摆无度挡疫情所带来的压力，真有可能会降利息，用更较松的货币政策来救市场，希望讲会使减轻疫情的影响。